另外，咱搁继续落南来看屏东的山区呢，即嘛是犹搁咧落大雨。雾台乡唯一对外的便道断去，这乡长是冒险替居民来送药啊。另外，这屏东来基甲太武之间的太基联络道路嘛是因为土石崩了，虽然讲有畅通，也毋过部分路段也是真危险的。这水利署是针对屏东几内所在来发布淹水的警戒，提醒民众都要注意积水甲土石流的情形。 大量雨水一直对山顶冲落来，暗空有的已经水糊糊，雾台乡对外便道规个拢断去，完全无法度通过。当场要去送大武村民慢性病患的处方签。雾台乡长巴正义穿着黄色的雨帽，派着包啊，就直接大水行过，看起来真正足危险。屏东山区几日天的大雨，让雾台乡的居民无法度出入。山顶慢性病患者药也要食了啊。 便道搁断去，乡长只好搬山过岭，想尽办法行到卫生所替居民提药啊。这个举动让族人足甘心。涵管被冲坏嘛，有些人是慢性病啊，高血压、糖尿病啊，还有些人留在那边，那因为很多天都没有出来拿药，有20-30位呢。 另外，来义乡甲太武乡之间的太义联络道路，同款受到土石崩落动咧。至昨31已经暂时会使通过，不过有部分的路段搁互土石砍掉咧。烦恼来义居民通行的安全，水保署会同来义乡公所代表会参在地居民陪同下进行会勘。从丹纳斯台风一直到最近这个豪雨，让我们来义乡呢造成很多的灾损，特别是河川、野溪。 掏工好几处，我们目前已经报12项灾修工程。受到西南风持续的影响，屏东县原乡8乡镇已经连续停班停课4天啊。水利署早起发布淹水警戒，屏东高树1级警戒，内埔乡、马家乡2级警戒。水利署嘛提醒民众，较低地区和道路要注意提防积水状况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